英皇集團。1942年，鐘錶零售店成安記錶行於九龍上海街開業，為英皇集團嘅誕生揭開序幕。時至今日，英皇已經發展成為一間多元化嘅上市集團，其中包括英皇集團國際有限公司、英皇娛樂酒店有限公司、英皇娛樂集團有限公司以及英皇證券集團有限公司。60多年前，一間小小嘅錶行，60多年後，集團旗下嘅公司同分支機構超過500間，僱用員工超過7000人，締造傳奇，開創歷史，靠嘅係一支專業嘅管理團隊，多年來不斷拼搏，同埋一份堅持嘅開創精神。60多年嘅不斷創新，讓英皇集團由一間專營鐘錶珠寶嘅公司，發展成為一間業務遍及地產、金融、娛樂、電影、酒店、出版、印刷、飲食及零售嘅多元化企業王國。而市場方面更遍及中國、澳門、台灣、泰國、印尼、朝鮮及美國等地，不斷開拓新嘅商機。英皇鐘錶珠寶有限公司係集團嘅基石業務，早喺1942年開始經營鐘錶零售業務，到咗60年代更開展珠寶零售業務。英皇鐘錶珠寶專門代理世界一流嘅鐘錶品牌，而英皇設計嘅高級珠寶更係與眾不同嘅時代傑作。過去英皇鐘錶珠寶多半喺香港嘅名店購物區開業，而為咗配合業務發展，近來更積極拓展中國市場。英皇金融集團於1978年成立，係目前香港最大非銀行金融服務機構。除咗提供外匯、黃金、股票、基金、期貨及其他衍生工具嘅經紀服務之外，仲拓展財務、融資及投資顧問等服務。英皇金融集團擁有穩健嘅基礎及龐大嘅網絡，不但於香港建立業務，甚至拓展至澳門、東南亞及東北亞等地區。為咗落實企業嘅多元化發展策略，英皇集團不斷發展、投資及管理各類型地產項目。英皇集團喺中港澳及海外擁有物業總值超過200億港元。除咗投資收租物業，亦致力發展咗高質素嘅地產項目。已發展嘅項目包括灣仔英皇集團中心，坐落於青山灣龍城花園，榮獲香港環保建築協會優良級別嘅龍城堡，飽覽維港景致嘅御景台，位於舂坎角嘅御濤灣，以及國內廈門英皇湖畔花園及英皇湖畔華庭。另外，淺水灣綜合消閒中心係集團於香港南區旅遊熱點嘅重點發展項目，而集團亦成功喺國內其他地區開拓地產市場。目前更於上海啟動投資總額近40億元人民幣嘅綜合發展項目英皇明星城，預計將於2009年落成。此外，喺北京核心購物區長安大街投資達20億港元發展一個商場連甲級寫字樓綜合大樓，完成後將會成為朝陽區一個新地標。英皇娛樂主要從事唱片製作及發行、籌辦演唱會、舞台劇、電影電視製作以及藝人管理等演藝事業。手執香港唱片市場領導地位嘅英皇娛樂，無論喺造聲造勢、舉辦演唱會以及音樂劇方面都有出色嘅表現，並邀請世界各地一級音樂人攜手合作，
務求將本地音樂推向國際化。英皇星藝北京文化發展有限公司係英皇娛樂集團喺中國內地成立嘅全資綜合性嘅專業文化公司。而喺2006年，集團與上海文化廣播影視集團旗下嘅上海電影集團公司共同投資創立咗上海上影英皇文化發展有限公司。該公司係一家從事影視投資製作、演藝經紀、大型文藝演出等多方面藝術文化嘅機構。英皇電影致力發展、製作及發行優質電影作品，為本地電影製作一股新力量。曾經出品多部著名電影，包括2003年港產片票房冠軍《千機變》，2004年同樣成功嘅《千機變2》，科幻特技喜劇《情天大聖》，仲有國際動作巨星成龍主演嘅《飛龍在身》。2002年，我哋更與成龍集團共同成立成龍英皇影業有限公司，代理發行及推廣所有成龍英皇影業投資製作嘅影片，其中包括《新警察故事》、神話、及寶貝計劃等等。集團旗下嘅新報創刊於1959年，係一份歷史悠久嘅優質綜合性中文報章。直至2001年，新傳媒集團成立，經過多年開拓發展，